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2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胡适走势可以说是大跌啊，不敢说暴跌，但至少是大跌。最近年后就没有这么大的跌幅的。截至收盘，沪指跌1.98%，将近2%呀。深成指跌2.98%，创业板指数跌3.82%，下跌个股4700只，上涨的不到600只。沪深两市全天成交1.87万亿，较上一日缩量1376亿，最主要是内资净卖出1300亿。两市涨跌的中位数是跌2.88%，也就是今天的金融消费者大部分都亏的2.88%以上。说股灾似乎有点夸张，但是今天这个单边下跌，题材概念全线下行，亏钱效应明显。什么机器人，什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统统的现出原形。就连这两天作妖的这个券商股，中金还有什么银河，好像都跌停连续10几个交易日尾盘往上拉的这种局面今天也没有再次发生，是单边下跌，可以说市场氛围极度低迷。今天放量暴跌，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因为3400点近在咫尺，都以为今天顺势就突破3400点，结果哪知道它掉头向下，叫戛然而止。刻意营造的慢牛的气氛一下就暴露无遗，确实靠这种人造的，靠这种无形的手是搞不出慢牛的，你只能搞出股灾，都是内资在跑，也就是说很多资金根本就不相信，不约而同选择了跑路。连续将近1个月交易日，昨天咱们说了，胡适采取的是进3退2，日拱一卒，就在13400来了由于长期这样走，很多散户忘乎所以，也误以为牛市来了。你看网上到处都是牛来了，一个个的是牛市起点3400是吧，唾手可得等等。你不要说别的就连我这个胡适节目这个点击量它都下降了。以往常经验，股市一暴跌，我这个点击量它就上去了。我看一看今天胡适这个节目点击量怎么样。这两天还有这个网友跑来留言说踏空了，但是我很理解很多散户那种扭曲的心态。你说这样的人他适合在这个资本市场混吗？早割肉早受益。晚上直播的时候也有人还在打听买什么股票，还要入市。这个散户想赚钱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因为散户要越过几个障碍，而且每个障碍他是克服不了的。一个是市场本身，就这个市场它是个零和博弈，你散户就赚不到钱，这个就不用多说你觉得你在赌场能赚到钱，赌徒会这么想，它是个零和博弈。第二个，即便是成熟的市场，散户也很难赚到钱，因为你还跟你的人性做斗争，不是在跟市场博弈。如果那个市场是一个成熟的市场，但是你还跟你的参与、跟你的恐惧做斗争。我想知道现在美股这个走势，你是加仓还是割肉？美股可是个慢牛，走得很漂亮，它现在连跌多少天了，在调整。请问你是加仓还是割肉，还是拿着不动？一样的会考验你，一样的，你只要有选择就有可能错误。这个是成熟的市场，而且一直在走慢牛的市场，你何况咱们这个叫猴市，也就是散户。咱们胡适的散户第一面对的是，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是个零和博弈的市场。你能赚钱，那绝对是幸存者、幸运儿。你能赚钱也是只是暂时的。第二个就是你要克服你的人性的弱点，你是在跟你自己在做斗争。股票一涨跑来就问你踏空了吧，一跌马上就跟三孙子一样的在那生叹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怎么可能赚到钱？所以说胡适的这些散户有一个算一个，除非你是抱着消费的态度，你说我就是玩，拿5万拿10万，我就是玩，我看我这5万10万是怎么赔掉的，这也可以。这你要是消费的心态没毛病，但凡还想着在里面赚钱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无可救药。回想一下，你总结一下你炒股生涯，你获得的是什么？获得更多的是担惊受怕，是埋怨，是生叹气。欢乐总是短暂的，今天赚个1%，明天赚个2%，后天也跌个1%，还没高兴2天，那个钱还没捂热，咣当给你来一个暴跌，一下爽歪歪了，1个月的白干了。最后总结一下，你给券商打工，你交了不少印花税。虽然今天跌了2%，但是咱也不要危言耸听，它下跌也是个过程，是不是说后面就会暴跌，要3000点以下，也不要那么极端。今天是放量下跌，这个是不太好，但毕竟后面还有2会。有关部门它的面子还是要的，所以恐怕你一割肉，它随时还会给弹回来，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散户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这个市场，我只看就是不操作。那具体的今天为什么这么暴跌，还是有几个原因的。虽然我告诉大家，跌是必然，
但是它诱因，它也有外因诱导它，诱使它在今天下跌。股市跌是必然，因为它一身的病，就这种胡乱炒作，它走不远。你拿钱去堆，这资金又不傻，一赚钱就跑，因为他知道你扛不住，这些垃圾公司太多，所以说它本身就有下跌的需求。但它为什么今天跌呢？那还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在外围市场在下跌，美股在下跌，不光美股下跌，连黄金、比特币都在下跌啊。比特币好像已经跌破8万美金了吧？我记得以前高的时候不是冲到10万了吗？10万到8万，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裤子都赔掉了。黄金的我记得好像是快到3000了吧，现在好像跌到2800多，也在暴跌。但美股也在跌，这美股一下跌啊，就把港股给带崩了。港股最近因为涨幅也比较大，本身它就有回调的这种需求，结果外围一跌啊，那港股肯定得跟着跌。所以今天恒生指数啊，恒生科技股跌了6%，可以叫暴跌。雷军真的是尝到了叫中国首富榜1小时油，小米科技不是涨了不少吗？很有可能恒生科技股的所谓的牛市到头了。我们沪市本来就是跟跌不跟涨，外围市场涨，那咱们叫独立自主啊，咱们有自己的这个一套走法。但是外围市场一跌的时候，我们那必须得要响应，这是这么多年来的规律。它受外围市场影响，以及受这些其他的商品，比如比特币、黄金这些东西一跌，给人感觉有那么一点这个经济危机的意思。特朗普乱拳打死老师傅。第二个就是刚才说特朗普这个人不是突然宣布加税嘛？加拿大、墨西哥25%的关税也给他加上，给大国再加10%的关税。这么加下来了，现在已经是45%了，后面还要加，你说这个对沪市没有影响吗？对吧？这也是原因之一。第四个，也有一些传闻对沪市不太友好，比如说这个 IPO 要恢复，甚至有传言说 IPO 门槛要降低。这个我一直是赞成 IPO 恢复的啊。你 IPO 如果不恢复，你这个资本市场用来干啥？这是赌着玩是吗？2级市场不恢复，1级市场已经扛不住了。1级市场扛不住，你搞什么科技创新？那些人从哪儿融钱？谁去投资啊？投完了之后怎么退出？IPO 迟早是要放开的，现在3000多点应该放开，已经扛了1年半了。大家知道这些风投、这些股权投资、这些基金，它扛不住的，因为他们发行也是1期、3年、5年的，这很多到期了，他没办法退出，活活的憋死。没有成千上万的这些创业的人搞这个科技股，哪来的科技股上市？我们不能光看到一个 DeepSeek， 一个 DeepSeek 站起来，往往对应的是成千上万个 DeepSeek 一样的公司倒下去了。反过来说，就是有成千上万个 DeepSeek 这样的公司才衬托出一家出来，才跑出一家出来。所以说 IPO 应该要开闸，不能再等了。但是也可能是传闻 ，IPO 一开闸，那对沪市来说又是个打击。当然了，就这些原因，实际上这都是表面的。我们沪市走不好，根子就是我天天说的，它本质原因，它是个零和博弈。这些上市公司做假账、欺诈上市，天天玩概念，对吧？一个钢铁公司，他声称说他是搞什么算力，这上市公司无所不能，随便跨界。房地产的，他也可以改行，说做算力、做人工智能。造皮鞋的，他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游戏公司，你这怎么奇葩怎么来？它是个扭曲的市场。再配合上这样的奇葩的金融消费者，什么炒东南西北中发白，炒董事长的生肖，炒7个葫芦娃的，炒什么川大之声的，还有动不动上来问你踏空了的这种傻叉。你说有这样的投资者，你这沪市能走得好吗？所以说把这样的投资者也给他精简到30%以下，就是70%的要把他干破产，让他退出资本市场，把他清洗出去，这个市场才能好得了。我们看一个著名的大 V 叫刘春，我老乡，他今天发了个微博，大家看一看这个是不是小散户的典型心态。他说前几天抛了一只重仓的股票，自买入之后好几个月了，一直低迷萎缩，算了，割肉吧。说抛了的第3天，这只股票开始大涨，连涨了几天。他说这不巧了吗？他说你遇到过这种好事吗？我想炒股的散户每个人都遇到过这种事，就是那个股票你看好它，你玩命的拿着，拿了半年它都不动，就是不涨，你实在受不了了，看别的股票的呼呼在涨，你一刀下去把它割了，第2天它就涨。有的时候巧的，你割的当天它就涨，就好像庄家就盯着你的账户，就看你操作，你卖了，对不起，我就要涨了。这散户都有这种心态，实际上这是一种心理现象。一只股票你看好它，你感觉它马上要起飞了，走得不错，你一买，对不起，它就开始回调，它就开始下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倒是建议，如果散户你真的手痒，你非要参与这个市场，那你不如买指数基金，指数涨你就赚钱，指数跌你就赔钱。我刚才说了啊，股市以后它的指数涨跌和韭菜赚钱它是2件事情，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整明白这个事。很多人以为只要指数走牛我就能赚钱，这
这俩概念。未来有可能这个指数一直是慢牛，涨到4000点，涨到5000点，但是散户是亏的越来越多，这个现象一定会发生。以前就是这样，以后还是这样，指数会越来越失真。指数牛市不等于散户赚钱，一定要记住了，不要自己想当然，不要在那做梦。我们看国外的外资机构又出幺蛾子了，这财联社报道说，摩根士丹利上调中国股票评级至平配。摩根士丹利近期上调中国股票评级至平配。这个首席股票策略师在近期媒体分享会中指出，民盛中国指数股本回报率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尤其是在科技创新和民营企业复苏的背景下，投资回报率中位数有了显著增长。同时，国际投资人对中国市场的配置也应该会逐步增加。预计未来2年，中国股市的投资回报率有望追赶甚至超越其他新兴市场。估值层面，多重利好正在重塑全球投资人的预期，说民营经济地位或政策重申 AI 与机器人领域突破，打破了中国科技掉队的偏见。王莹预计说，民盛中国指数市盈率将从过去2年的8到10倍至少修复至10到12倍。前几天我也说了，外资机构一致看多，那就说明风险已经来了。目前舆论上面，民营经济尤其是科技经济、科技企业似乎越来越受到重视，似乎在科技这一块，杭州六小龙这种效应或者这种引领之下，让人看到一点希望。但是记住了，这个和股市里面它是两码事。你最终科技股你在股市里面，你还得体现在你的业绩。咱们所有的科技概念，什么人形机器人，什么算力，什么 AI 跟着沾光的科技股，有哪个在赚钱？有哪一个有清晰的盈利模式？前2年这个暴涨200%的大妖股叫江苏雷利崩盘，它就是人形机器人牛股。这家公司为什么崩盘呢？就因为它的业绩2024年1到3季度业绩都是在下滑，就靠讲一个故事，股价它就能涨2倍。现在的公司很多，你比如说还有一个正在 IPO 的一家独角兽，这公司可厉害了啊，叫国产 GPU 独角兽。 GPU 大家知道吧？不就是英伟达搞的那玩意吗？我们国产 GPU 对标的呢，不就是英伟达吗？2月27号市场有消息传出，国产 GPU 独角兽企业正开启上市前裁员计划，将裁约200位员工，占目前员工总数的900人的20%左右。有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意在增加上市成功的概率。既然对标的是英伟达，还没上市就开始裁员了，为什么裁员呢？就削减成本，让那个报表好看一点。那说来说去还是盈利能力差，找不到什么盈利模式，都是炒概念。不过金融消费者也不要太担惊害怕，不会一步到3000点。毕竟现在要求稳住楼市股市，毕竟还在开会，国家队主力随时还要出手，股指给稳住。不知道今天股市的暴跌给胡锡进老师有没有浇一盆冷水，让胡锡进老师能够找回一点人性。胡锡进老师今天发了个微博，为他的最近的行为进行辩解。他最近的行为大家都知道，严重双标，严重导向欧跌，给欧跌洗地。胡锡进说不断有人指出老胡在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上采取了不同态度，这是误读。老胡只有一个态度，就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维护我所理解的中国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要看到国内外的基本大环境和政治逻辑截然不同。当今世界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丛林法则。中国必须首先以力量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我们要有国际博弈的智慧。然后他说我们在国内怎么样，咱就不说了。这个下面胡锡进说有人声称老胡左右横跳，内外立场分裂，我怀疑他们未必看清了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位置重心，他们有可能受到情绪影响，被某种偏激舆论和意识形态带节奏，从而在一些事情上被情绪激流卷走。在那些情绪激流中看老胡，我自然就像是左右横跳了。老胡谈了自己的想法，与那些激烈的批评者商榷。我不会因为谁骂我就记恨谁，我希望大家都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争论，和而不同。因为胡锡进老师需要流量，所以他愿意招骂，骂他的也是流量，这粉也是粉。就是在需要流量的人看来，他不在乎你骂的，他有的时候故意招骂，骂的人越多他越火就像加藤老师一样。胡锡进老师这篇自我辩解可以说叫非常滑稽苍白无力，只有他的虚伪。为什么这么说胡锡进老师他以为你只要披上这个爱国主义的外衣，你只要打着旗号是我为了国家利益，你就可以干一切，就可以胡说八道，你就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你就可以叫立场先行，你就可以不分是非，不分黑白，没有什么所谓的正义，在他眼里都叫丛林法则。你干任何事情
情，你只要披上爱国主义外衣，你只要打的旗号是我占国家利益，那你就可以横行无阻，想干啥干啥。这显然是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为自己的这个行为找合法性辩护，对吧？这10来天，胡锡进老师一直在为俄爹背书，说俄爹不会背叛大国。胡锡进老师能解释大国跟俄罗斯绑得这么死，难道有什么国家利益吗？胡锡进老师天天盼着乌克兰失败，盼着乌克兰投降，盼着乌克兰领土被俄罗斯占走，所有的矿被这个国家拿走，这个难道也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吗？俄爹要跟美国合作稀土矿，那些稀土矿本来在远东地区，在西伯利亚，俄罗斯人开采不了，那玩意儿只能等着中国人去开采。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意思啊？就是他远东的那些稀土矿，西伯利亚的稀土矿，他只能等着中国人去开采，他自己开采不了。现在他跟美国人合作，这胡锡进老师认为这个也是国家利益吗？从地缘政治考量，俄罗斯强大了，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他拥有200多万的军队，都是身经百战的，战斗力极强，无人机玩的贼溜，这个难道对大国有利吗？这个符合大国的国家利益吗？在你的身边睡着一个强大的强壮的北极熊，这符合国家利益是吗？对吧？一口一个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把自己包装成爱国主义的代言人，对吧？说他是左右横跳，那都是低估了他，实际上他是见风使舵，他就是为俄爹辩护。这个世界是无政府主义和丛林法则。胡锡进老师说啊，正因为俄爹悍然侵略乌克兰，才叫丛林法则，才叫无政府主义。现在全世界正义之士，对吧？团结起来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侵略，这才让这个世界啊有了前途，有了光明。否则这个世界就坠入黑暗，就是真正的丛林法则，谁拳头大谁说了算，谁流氓谁主宰这个世界。所以胡锡进这套虚伪的戏码呀，无非就是想继续端着这就雕盘，风往哪边吹，盘子往哪边扔，他就往哪边跳。对外迎合民族主义情绪，对内看着官方定的调子，既捞流量又保安全，哪有什么原则啊？实际上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满口的仁义道德，就是满口的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扒开这层皮，实际上你看到的是一个正在给俄爹跪拜的胡锡进老师。所以胡锡进老师头部黄鹅，当之无愧啊！黄鹅界的扛把子，黄鹅界的顶流。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